僕人敬聽三代經課5月18號啟示錄21章1至6節。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經過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，預備好了，就如新娘打扮整齊，等候丈夫。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，說：看啊，上帝的帳幕在人間，他要和他們同住，他們要作他的子民，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。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痛苦，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。那位坐在寶座上的說：看啊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。他又說：你要寫下來，因為這些話是可信靠的，是真實的。他又對我說：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，我是開始，我是終結。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。啟示錄21章1至6節係講使徒約翰睇見新天新地降臨，神親自與人同在，死亡同埋痛苦都將會過去。神宣告佢係初，亦都係終，並且應許賜活水俾一切乾渴嘅人。呢個係對將來救恩完全實現嘅應許，讓我哋喺現今困難之中仍然可以懷抱盼望。當中有3個可以學習嘅地方。第一，神終極嘅計劃係更新一切，使到人同佢永遠同住。我重複，神終極嘅計劃係更新一切，使到人與佢永遠同住。第二，盼望讓信徒喺苦難之中不致絕望。第二，盼望能夠讓信徒喺苦難裏面不致絕望。第三，神嘅應許可信可依，佢永遠不變。我再重複，神嘅應許可信可依，佢係永遠不變嘅。反思問題：我係咪將目光放喺將來嘅榮耀裏面，定係只係被當下嘅困難所困住呢？我再講一次，我係咪將目光放咗喺將來嘅榮耀度，定係只係被當下嘅困難所困住呢？實踐行動，默想神嘅應許，並且向身邊一位灰心嘅人分享你喺聖經中俾你嘅盼望啊！默想神嘅應許，並且向身邊一位灰心嘅人分享你喺經文裏面睇到嘅盼望啊！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，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，歡迎你留言啦！我哋一齊討論下，彼此造就，願主祝福大家。